世界无奇不有，社会包罗万象。彩色人生有真理，有平安，有自由，有喜乐，有愿望。亲爱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听节目是厝边隔壁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喜信。现在为你所进行的单元是彩色人生。今日彩色人生呢，喜信特别来出外景，来到咱嘉义市博爱路遮一间真耶稣教会百兴教会这个会堂，要来访问阮本会主义兄弟黄清福兄弟甲叶太太颜秀美姊妹清福姊妹。清福姐已经来伫咱录音的这个现场遮，咱请清福姐先甲咱亲爱听众朋友拍一下招呼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好，主持人你好。这里边就是清福姐嘛，伊的本名叫做颜秀美颜秀美姊妹。咱也请清福姐嘛，甲咱听众朋友来拍一下招呼一下。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你好。是感谢因今日拢会当拨出时间来接受喜信的采访。首先，我要来请问清福姐，你本来是佗人安尼？本来是住伫台南市，我是台南市人。为什么会搬来到咱？我当时伫台南市若咧食头路，当时住嘉义有一间理厂钢铁工厂，开始咧批厂，所以董事长我偏偏是阮台南市的人，所以我叫我来嘉义来帮忙。咱清福姐进前伫你的人生的这个生活中间，你敢有个人有啥物种的宗教信仰？过去因为阮厝内拢拜佛的，是大人拢爷乡的，但是我对这款也是无啥物个，是大人就创啥那会使爷乡对拜，所以对这款信仰我有也无讲足认真的，也无讲介有兴趣啦都一天过一天是那当时厝内面这长辈时代因都拢看到咧拜拜安尼是，所以咱清福这个本来就是对这宗教信仰就是讲较外安尼啦是，也未讲做者心想讲要去甲进一步安那去追求啦。照我所知影，清福姐嘛，你伫信仰的追求顶面你所采取的想法甲角度，甚至你的追求是安那，你当甲咱亲爱听众朋友来分享介绍一下无？我以前是会使讲细汉的当时，对阮爸爸妈妈信佛教，到民国80年的当时，阮查某囝身体无好，两个怎阮查某囝带去台北荣总遐大院。那过去这个信仰佛教，我是真虔诚、真认真，差不多会使讲台湾这大师傅，会使讲是我的师傅，真虔诚来拜来甲伊对求，所以讲到有一天这个机会，主耶稣选择了咱，是咱选择耶稣，这个机会来安尼伫信仰方面。伫台北荣总遮，咱石牌教会、甲台东教会、甲北投教会，这兄弟姊妹拢有伫咱荣总病院遮咧传福音。伫遐接到福音了后，我也无甲伊排除，福音单也甲看，录音带会用摕见证来互我听。我伫遐一方面听，一方面查考。是。所以我过去所拜的，安尼是拜了对啊，毋对就伫遐咧甲伊查考。当因摕圣经来互我看迄当时，我人生第一届看到圣经的头一次，显起来的就是讲创世纪第章第1节就开始伫遐讲创造咱这宇宙万物，就是这位真神创造。我伫佛教迄当时，我嘛是咧追求讲，咱宇宙万物世界嘛是咧追求要查考。拄仔看到咱这本圣经，伫遐发现着讲，这位真神创造咱宇宙万物，就是这位真神创造的。创造人，伫遐发现着讲，咱要转去，嘛是爱找伊追求原地转去。伫遐安尼直接伫遐直查考了后，搁去教会来查考这圣经的道理。伫遐查考差不多5个月的中间，阮查某囝甲我伫民国80年
我都伫迄个5月甲差不多到10月，搁就拜教会，去灵恩布道会。阮伫遐查考了明白，从伫遐得着圣灵去洗礼了后，就转来到阮兜的当时，就讲这信耶稣遮尔好，前到当拢毋知影吼。从甲阮先生讲，阮先生甲阮儿子拢做伙去真耶稣教会，搁再来慕道来查考。会使讲到即马安尼8冬后啊，全家得着圣灵得救伫主内。虽然咱人人生这条路要所追求的，就是讲将来这条灵魂是要对去，所以伫这本圣经内底，甲咱说明甲讲甲真清楚、真详细。虽然讲阮查某囝安尼心的意思，咱来到人生是哪长白呢？早就行，慢就爱去。对啊，所谓意思。来早来带阮查某囝转去，但是伊伫农园遐要等候阮全家会使将来，阮拢伫遐见面。咱人总是拢是软弱的，最后所安慰，带伫遐做真济义望。才着阮孙啊，还阮妹妹的查某囝，迄阵其拢总拢去交伊耍。阮妹妹有一工敲电话来，讲阮即个孙啊吼，有梦去仪容，我迄阵就盼望讲爱要知影讲梦去安怎。伫遐梦去讲，即个穿白袍真悬的耶稣，伊要找仪容，迄个穿白袍的甲伊讲，仪容要去天国咯，伊袂当来，伊伫遐安尼甲伊讲。甲我讲安了，我听了，我真安慰。是啊，心肝想讲，安尼查某囝伫主耶稣的怀内，安尼咱就放心啊。毋是信耶稣的人，竟然会当去梦的即个梦安尼。这嘛算真奇妙啦。一个囡仔尔，暗捌来甲教会吼，借着即个愿望吼来甲你述说，知影讲这囡仔袂骗人，所以叫你毋好过伤心。来安慰对耶稣知影讲吼，咱人是软弱，拢会想伊就借着这愿望，孙啊安尼放弃安尼。我家己本身到后来一个月梦去讲去看伊的坟墓的当时，坟墓的迄个基督教病院的迄个面下帮吼，安尼开起来，开起来我要甲伊看伊的面容，我一道很强烈的光吼。安尼我无法度看到伊个面，所以咱就是会感觉讲，这光就是好诶，就是伫咱耶稣诶所在，光诶所在。搁再来有做一个预望了，心就搁较快活，搁过，你知嘛？又搁咧想啊，主耶稣拢知影人诶心，伊就搁互我做着一个愿望。伫即个旷野的所在，树木敢若安尼，迄个所在敢亚罗撒冷，迄真空旷。各地各人、各国拢有，有美国人、台湾人、外省人、欧洲人拢总有。伫旷野安尼佚佗咧行。发现着2个安尼囡仔安尼，敢若穿迄个基督皮的衫安尼，真痛真水安尼，直直走着远去。心肝内我咧想讲，基督皮就是天使。我心内咧想讲，我要得较会飞去哦。我真呀，去到真远的所在，去看有一个种咧飞对迄个天顶的云吼，白云是白色色一光一光是有够水的水基督皮种飞对迄云顶去咧。飞对迄云顶去，我还搁咧看迄个云迄个所在，我一道光穿白袍，就到我的涂骹底风啊这。迄阵我当初想，我搁无了解讲这就是耶稣。哪有这个美国人习惯要看伊面看拢袂着，所以伊种一个有人我梦去讲，敢若有一个阮查某囝行伫我的后壁，一手甲我牵咧，一手对我后壁紧甲头甲我搭咧，用来行几步了后，就看到头前有一道天桥，迄天桥顶悬是。足侪人诶，美国人、外国人，啥物人都是各种各样诶人，拢伫迄天桥，反正看阮某仔囝安尼行去，
后来，怎啊甲遐个人甲阮安尼做伙安尼行入去伫一间安尼足大间的圣殿内底。安尼我遐嘛伫遐有感觉真安宁。查某囝一粒种子来带阮全家得救，今仔日来信耶稣安尼，将来要伫天国见面，安尼我伫遮真安宁的所在。咱先来听众朋友，拄仔咱听着青好姊嘛，因全家来相信耶稣，是因为青好姊嘛，为着囡仔破病去营总去遐住院，安尼营总遐，阮真行所教会北部遐教会，为着要来尊敬主耶稣基督的托付甲福音的使命，因为主耶稣基督伊要升起进前，捌交代文道讲，你来往普天去传福音，互万百姓听，讲信而受洗必然得救。无信的，的确要被定罪。这个信而受洗会当得救，这是今生甲来世的，拢当得到神的祝福，就是会当神甲咱同在，灵魂会当转到天父这个怀抱，这是何等大福气。啊，若无信的，的确被定罪。因为希伯来书第9章17节嘛咧讲，讲按照定命呢，人人拢有一个死，但是死后还佫有审判。所以，若有信耶稣的人，咱当借着耶稣基督用义来代替咱不义，以无罪代替咱的罪，来担当咱的罪，来救赎咱的罪。啊，咱将来呢，伫耶稣基督再来审判咱世界人的时阵，咱呢会当靠着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来达到得救的地步。所以，阮全世界所有真耶稣教会才会兄弟姊妹，不管伫啥物所在，我拢真极力要来传这个福音。啊，所以咱秀美姊妹就是咱青好姊嘛，伊就是去台北的时阵接受到咱兄弟姊妹伫营总伫遐咧报道的时阵，伊家己听到这个道理。伊听到这个道理的时阵，伊发现着讲，伫佛教的这个追求顶面，甲基督教的这个追求顶面有所差别。佛教的追求呢，就是在乎修行、念经，甚至真侪真有名的法师啦，拢讲毋是靠伊会当达到得救啦，拢是讲恁都爱家己修行，敢毋是安尼？那当请像我即嘛甲咱补充一下无？我头拄有讲无着吼，伫即个5个月伫营作的时阵吼，我来查考着耶稣基督这本圣经了后，甲佛教的比较吼，是过去我佛教安尼遐认虔诚、遐认真咧追求。大师傅捌安尼讲，恁若要得救吼，就爱家己修，我师傅我是袂当甲恁写恁的罪，也袂当甲恁替恁修，恁爱家己修。即时若修无够，后是搁再来修。我伫遐看到咱圣经的当时讲，耶稣用伊的宝血来洗掉咱的罪，直接甲咱赦去咱的罪，毋免受苦来，一世都过一世安直直修，毋知要修到点时代当人得救。对。所以我伫遐发现着讲，直接得救是耶稣基督的恩典，照着伊的救赎的带领，甲伊的爱，所以靠修行吼，咱有罪，要哪有可能讲咱家己修行甲无罪？对，无可能吼。因为照圣经内面所讲啦，讲罪因为一个人，代表这个世界，所以众人拢犯了罪，活在这个世间的人，拢活在这个罪恶的中间，根本无可能借着家己来救拔家己的罪。假如讲死刑犯，他有可能讲为着伊家己好好伫监狱内面表现，后摆就毋免去枪杀，除非政府甲伊特赦，咱的灵魂嘛是共款啦。咱就已经伫咱的死所犯罪了后，咱就甲神的生命来隔绝啦，根本嘛无迄个机会，讲互咱会当搁再一次来得到赦免。除了耶稣基督，咱天顶的真神，都将着心来到世间，为咱世间人留着伊的话，咱靠着伊的话，才当伫神的面头前，真正达到得赦的地步啦。所以拄仔嘛有听着讲，青好姊嘛，伊对拜神的代志顶面有一个真无共款的一个改变，要紧也是讲去找着真神。圣经内面这个使徒行传17章24节内面嘛有一位使徒保罗，对耶稣基督的这个门徒保罗，伊也捌安尼见证，安尼讲啦，讲创造
宇宙甲中间万物的神，既然是天地主，就无带伫人手所做的电，也免人用手来服侍，敢若亲像欠少啥物共款。反倒转来呢，将家己活命贵惜万物来赐福万人。伊对一本做出万族的人，带伫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因的年限，甲所大的疆界，爱因来寻求神，或者可以吹毛而得。其实伊离咱个人无远啦。这个280佫讲，咱的生活动作尊老，也拢在乎这位神。就亲像做事人安尼讲啦，讲咱也是神所生。所以咱既然是神所生，就不应当将神的神性，亲像人用手艺啦、心思啦所雕刻的金银石的这种偶像嘛。所以不管讲是道教还是佛教，咱会当看出讲，足侪人拢刻呢，足大仙吼，敢若袂出安尼吼，真大啊，插到金吼，刻一个形象啊，这种感觉吼，就来家当做神来拜安尼吼。其实拄仔咱有听到这个清福节嘛，伊所讲的吼。就是真清楚甲咱讲，伊这个转变就在乎讲，哎呀，这个宇宙是安怎来，人安怎来，人若知影安怎来，就知影要哪去啦。较早就是拢毋知影，虽然讲有信一寡佛教，有跟对着咱台湾全省各所在这个法师，甚至见那面要求因开示，总是开不出真正一个完美的答案。圣经就足清楚，随看就随了解也照着伊个查某囝。来得到这个病，看起来敢若亲像真不幸。咱所生囡仔他会安尼破病吼，心内总是会淡薄仔艰苦。但是主要所基督，伊凡事拢会，第一实在是无难成代志。死人嘛有法度复活，歹骹嘛会当起来行，变衰的嘛会当好起来，青面嘛会当看见，野狗嘛会当讲话。咱天地万物所宇宙拢伊所创造的，敢讲伊袂当来医治咱？这讲起来是足简单的代志，因为伊凡事拢会当做，但是有伊的旨意伊嘛感觉讲咱的查某囝是毋是继续留咧较好，还是该带去天顶乐园的所在来等候将来的审判，或者比即马继续活世间更较好咧，所以拄仔咱有听到清福节嘛，伊嘛咧见证讲，自从这个查某囝离世，咱总是做毋甘的，伊甲咱这是咱宝贝查某囝，啥物人无爱咱个囝呢？所以伊的离开，总是让咱感觉讲，安尼非常毋甘的思念。但是伫思念的中间，神嘛是照着伊查某囝的这个表姐无信耶稣互伊去望着讲，耶稣讲带伊的表妹去到天国，也无信耶稣，哪知影讲耶稣安尼讲话，互你嘛得到安慰也照着你家己所看这异象，互咱知影，耶稣基督真正是要救所有世间人。耶稣基督降生是关乎万百姓，是万百姓大喜的信息，所以你查某囝领受着也遮着主要说这个异象，互你知影讲，万国万民、各方各族的人，拢要来跟对耶稣，拢要来接着耶稣基督永远的福音，这得救的福音，爱当接着天桥，对一个未当到的所在，接着这个天桥，一个桥梁，对耶稣基督这个桥梁，这又新又活的路，这个耶稣基督为咱世间人所拍的一条路，所以耶稣讲，伊就是道路、真理、活命，若无接着伊，会当到天地遐去，对神咧传福音，接着天使传福音嘛是安尼讲，伫启示录14章第60嘛咧讲啦，讲有一位天使伫空中伫咧飞，有永远的福音咧，要传到地面上所有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因佫大声讲这天使佫安尼讲，应当爱敬畏神，将荣耀来归予伊，因伊施行审判时阵已经到，应当爱敬拜迄个创造天地海甲众水庄严的神。所以咱拄仔听的清福节嘛，伊咧见证的，较是有影天使穿着基路伯的衫，飞伫天顶，就看到耶稣基督的这个异象，看到天桥，足济各方各族的人拢咧行这条天桥去到神的圣殿。这条圣殿是通往神天国的殿。这是无定大福气。这在拢应验圣经内面的话，咱当然是道理拢无清楚，袂当了解讲这遗忘啥意思。在咱了解，搁读圣经了，才知影讲，这拢是神天父一个真大恩典所以人毋是讲死了煞呢，人有一天要再复活。所以查某囝虽然离开世间，但是有信耶稣，接受保护洗礼，领受主耶稣的灵，所以人主耶稣甲伊带走，你嘛去看到基督教坟墓中间有一道光，敢若像一个复活的光共款，复活的情形。
所以约翰福音第5章28节，这个27节遐嘛咧讲啊，讲你毋通甲这个代志当作稀奇，时阵要到，见若伫坟墓内面的人，拢要听见伊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就要复活，得到生命；做恶的就要复活来定罪。这行善就要靠耶稣行善，毋是讲靠咱的，靠咱修行啦，行功德做功德吼，爱靠主耶稣的爱，靠主耶稣的救恩。有伊爱伫咱的心上，上重要的善就是啥？传福音啦。所以你看北部遐兄弟姊妹，因就是咧行善，传耶稣福音，要互侪人会当借着传福音来得救。所以因为安尼你嘛伫即个总才会当去听着即个道理嘛。对。咱也借着安尼来判断真理甲毋是真理差别伫啥物所在，啥物才会当达到得救的。马上足清楚，毋免讲一生一世拢在追求即个答案。甚至咱嘛想讲，哇，是要轮回几遍，咱才当超生。你想看嘛？这咱看起来拢无止境的答案嘛，拢是真虚伪嘛。所以你来了解这个福音了，你就将这个道理来互你的先生嘛。我特别请问青好姐啊，你住伫嘉义嘛？是吼，你的太太带查某囝去营庄来住院，这段时间当然你无伫北部吼，是，但你的太太听到这个道理了才好啊，所以伊就敲电话甲你讲要信耶稣，你阵你感觉安那？我迄阵是家己人住伫嘉义，我太太是传查囝去台北营庄住院。几个月中间，阮太太就接受着遐个传福音，你信主耶稣。迄时阵，伊安尼敲电话转来甲我讲，我去信耶稣安尼。我迄个时阵忽然间，我听着讲，咋安尼？安尼，真正互安尼不可思议。我想讲伊过去安尼对即个念经拜佛足虔诚的人，今仔日忽然间会敲电话转来甲我讲，伊信耶稣啦。我感觉安尼。我就半信半疑咧，敢有可能诶代志？是。我就若听伊诶话安尼，好去压。了，我就学倒摆徛咧去和平路138号，迄间真耶稣教诶嘉义教会去找罗真正传道谈话。迄个时阵差不多6点要到7点诶时阵，我就爬去，人就甲我带入去传道房下面在讲话。伊就讲阮信主种种遐个道理互我听，将近讲差不多20分的中间，迄个时阵因7点半爱聚会，我毋知影讲因咧是7点半咧聚会，聚会是生啥物款，我也毋知。我伊即摆时间到，阮爱讲道聚会，迄阵要招我讲，无你阵仔来踮遮听看觅，我迄阵我也免啦，我转来咧，我转来时阵，阮太太电话敲来讲。你哪知吼？嘉义教会伫中央建工伫遐咧布道会，当时我听着讲这布道会，啥物叫做布道会？我也无清楚，听无啦。我好啦，我踮假暗，食饱呢，交倒摆，就去国华街中正公园吼，就去遐看觅呢。倒摆一个徛到位，入口的所在真正安尼足侪人，安尼兄弟姊妹。拢甲即个安排啊，甲即个咧8张啦，有诶后入口诶所在摆桌安尼有足闹热。我想讲，若要入去内底遐坐，可能着爱入门票诶款呢。我想讲卖啊，我等下看有倒摆再拍翻倒转来啦，无去听。毋敢入去。像我歹势咧，过无几日，阮太太转来真正甲讲，你若要信耶稣人讲着爱咱厝内遐个偶像啦，所有诶爱低调啦。因为知影讲，迄毋是真神嘛，是啦。我咱爱拜，迄毋是咱诶真神，伊可能爱是创造宇宙万物啊，看有遮济互人雕刻做偶像。准有灵性嘛，毋是迄个所雕刻迄个偶像诶灵性。要紧就是讲，偶像背后还有一个魔神邪灵魔鬼伫咧作弄，人掠做讲伊个有灵性。其实迄毋是真神的灵性，
是迄是魔鬼啊，所以若拜伊到最后嘛是足可怜的啦。是，所以迄运动是爱除掉啊。嘿，拢也除掉了。阮无几年的哦，阮太太转来就带我去家己教会，就开始慕道。因为过去阮太太拢要招我去听迄个念经啦，种的哦，我听袂落啊。有时啊，等这乌盘好寒天的时阵，叫我用车甲载到麻豆国校，听遐青海法师咧讲道吼，足寒，我常常伫遮咧载到麻豆，伊入去听，我拢坐咱咧车内伫遐歇困。安尼，毋知咧讲啥，我就听无咧。好，所以我也袂爱甲听咧。我倒着听了，我就甲载倒转来。但是咧，到迄个时阵，伊安尼转来。带我去教会听道理时阵哦，对第一日开始入去教会时，我的心内就感觉哦，一寡咧足欢喜的心，哦，足欢喜的就对啦。对迄一日开始呢，每一暗我会使讲食饱，伊个还未到7点半时，我就赶紧甲阮太太讲较紧的，时间到啊，来聚会哦。阵啊，阮太太笑讲，当时我若要请你去听佛经，当时伊拢袂爱听，照说电脑你都啊，随时间赶紧要来聚会。逐日会使讲是风雨无阻，我较想讲，哇，即款若较早来听咧，敢无足好诶，感觉足喜乐诶，对。阮儿子迄当时呢，伊哦，阮拄啊读伊伫高二诶时阵，迄是民国几年？迄阵民国拄啊80年尾诶时阵，阮太太要11岁诶时阵，是，阮太太就转来。所以恁后生嘛，甲你做伙来教会。阮就阮后生听着因妈妈讲信耶稣啊，当时听讲。太会安尼，原来感觉足真正不可思议诶。对，阮因妈妈太会去听，会去信这个，敢有可能？是，迄阵安尼吼，早起啦，每日啦，有时啊就安尼对安尼青海法师去到安尼苗栗，载着迄个睡袋，透风落雨，踮去山内踮咧规礼拜。感觉着安尼足艰苦，安尼伊款为了精神，今仔日会来信耶稣，实在是因为感觉讲足奇怪的代志咧。实在是主要说咧精选啦。所以我若听安尼道理，就是听了较知讲啊，咱今仔日吼要来信主，毋是讲咱的意思啦。咱若今仔日吼学安尼主耶稣选定吼，你自然就伊个心哦一定会来。所以圣经内底有讲，毋是来去选。主耶稣是主耶稣来竞选着咱，所以有诶安尼感觉安尼，在咱咧看伊袂出，要叫伊来信主啦，要来信耶稣啦，无法度。但是呢，你一旦去互主耶稣竞选着哦，会使讲是足好去诶，佫足喜乐诶吼，足喜乐诶。当然毋捌去甲教会，第一遍去教会着。是啊，看有即种才有口才诶人，一定是神诶灵力嘅感动你，是，互你听捌即个道理，你嘅心吼，甲你感动，互你溢出即个喜乐嘅泉出来。教会佫拢有咧唱诗歌，对这诗歌对我来讲，我会使讲对这诗歌足爱唱。这款安尼诗嘅方面、唱歌方面，我会使讲对细汉足欢喜。要来教会讲，佫有即个遮好听。过去我袂信主诶时阵呢，拢请遮安尼流行歌，一个即摆来听即个诗歌，讲感觉即个诗歌也佫较好听。是。我自然而然过去咧遮个歌煞多袂爱听，甲遮美妙诶诗歌吼，我安尼感觉若演诶时阵就家己啷个笑甲安尼足娱乐诶。所以这也是伊袂真神真大恩典，然后你照着圣诗诗歌，来互咱过了一个新诶生活，无老新诶生活吼。在我所知影，吼，咱青福州啊，伊要参加咱总会，真所讲的台湾总会所举办中青神学训练，伊也去参加。不但去参加，伊个安尼，世界研究哦，讲遐安尼吼，学习道理，遐生活大家互相彼此安尼关心相听呢，迄个生活敢像在地如天共款。不但安尼，你后生伫即个学业顶面嘛有真进步，敢毋是？是，我即个后生吼，伊算起来嘛真顺服啦吼。是。伊高二诶时阵，迄当时伊若听着讲伊妈妈来信主吼，伊嘛讲怀疑，但是伊足有效诶一个囡仔，伊迄个时阵就开始，有咧来教会，和阮做来聚会，不但来聚会来安尼来参加。学个教会内底遐宗教教育遐圣教方面，来做宗教教育的老师，做内底遐圣工，真正安尼认真做。无偌久，伊就毕业，高中毕业了后呢，伊就去考入迄个大专。
大专的时阵，伊安尼拢考祈祷，伊安尼祈祷了安尼，才顺利考入去了北部的一间大学吼。4年的中间，伊拢伫即个中立的中立教会来做圣工。伊读迄间大学什么大学？伊读迄间是原治大学。哦，原治大学。好。本来伊是讲安尼。囡仔吼，感觉安尼讲伊安尼无足管理，但是哦，想倒转讲啊，咱后摆吼，咱的骹步后摆要踏安那出来，咱家己拢毋知影，将来要变，敢若主耶稣知影安尼。这可能是主耶稣的旨意。嘛是咧甲锻炼。是可能主耶稣的旨意，所以伊真正顺服，真正认真担这个中立教会做圣工。安尼每礼拜拜六，伊就安尼有当时就去到大溪遐来指导遐个原住民的学生，有当遐就赛车就赛到380林，来指导原住民这课业辅导啦，课业辅导，以后搁啊兼做下负责，对这圣工实在是足无闲的，对，也要读册，也要做圣工，足认真，但伊对这圣工吼，拢无绝对无提示的，会当做的内底，伊拢尽量做。想讲这4档的中间，读册讲啊你做圣工才无闲，读册才无闲，安尼敢有法度人搁再搁继续搁升起哩安尼？嘛是有讲做圣工拢无两空，是怎么样？主耶稣人安尼时时刻刻拢咧甲看顾，甲保护，属于有迄个智慧。在这个4年的大专的大学的中间呢，当然真正顺利完成伊的学业，当安尼得到安尼前茅的成绩，安尼毕业学了呢，伊的学校吼，就是安尼受教啊，真试伊用真试甲保送，看要倒一间学校，但是我这个呢，主要要爱选这个学校和教会距离较接近的，会当安尼接近这个教会，要去比较方便。会当接咱厝吼，结果伊啊选成功大学，台南市成功大学，教会在开源教会，开源教会到这个成功大学，骑车是差不多5分钟就到啊。但是迄阵伊真试的时阵，就来到成大来考试。阮两个，阮和阮太太，迄阵要考试的时阵，就用车甲载来到成大，要互伊参加。考试，就爬起高楼，伫遐咧参加考试。阮两个等下骹，咱来祈祷求主耶稣，安尼甲赐予智慧。头个经过半年真久，伊拢总有9个教授伫甲考试。阮两个，阮和阮太太两个伫楼骹的车内，两个规担遐，祈祷。甲伊出来吼，我看了讲伊安尼带着笑容，可能会感觉安慰啦。但是着爱等啊2礼拜后，才会当放法吼，较知影，就转来。但是咧，经过1礼拜尔，阮太太讲安啊，对啊，我是安尼啦，对还未发表，你才会知影安啦。我煞尾呢，阮太太讲主耶稣来甲我讲啊。我主耶稣伊讲，主耶稣安怎甲你讲？伊就是甲望求主耶稣，伊遐咧翻考卷遐成绩单，阮太太徛伫边啊，一条掀过，囥边啊。阮太太讲，边仔太拢无看到阮囝黄迎宾的名。主耶稣讲，伫即边遮就是啦。伫即边遮算有有对的遮，我伫主耶稣的手里摕遮就是啦。阮太太好欢喜啊咧。安尼安啦，有影安啦，但是呢，还佫袂啥物放心。经过佫1、2日，伊佫主耶稣呢，佫来互伊较明显的，我确实就有影。但是呢，忘记人普通是忘记，含事实拢有代志爱相反，人个拢安尼想。对。阮囝嘛是安尼半信半疑，讲足放心。对。1礼拜后，正式阮囝就伫中了敲长途的电话用语音问，结果咧，囝对咧。感谢主咧，就现代即个补习班，主安尼，互遐咧顺利啊咧，通录取。即马算咧读补习班啦吼。迄阵研究所爱读2档，伊顺利安尼完成即个2档的研究。先去伫2了，主耶稣安尼，若真正照顾的吼，所以对伊当去继续再过来考虑这个补习班。所以真感谢天经真神，咱拄也听到见证伊原来对无信仰所到信仰所过程吼，互伊真欢喜。囡仔伫读册顶面咧，也互主要所看顾，不但讲伫信仰顶面，
啊，伫读册本分顶面，拢是真正诶顺遂。所以咱像好即个吼，咧讲诶中间吼，拢是充满着愿望、喜乐安尼。伫即个时阵吼，我想要过来请问像好即嘛，你信耶稣了后，你有啥物代志吼，互你印象较深诶吼，逐日伫遮吼，甲咱亲爱读众朋友来分享一下无？感谢主，信耶稣的体验恩典真侪，会使讲有家庭的人拢是为着囝，囝若来信耶稣，无论去到天边海角，拢是耶稣甲咱顾啊真好势。就当时迄阵伫北部，有闲就是教会，咱就家己本身咱就知影讲，即个囡仔要伫 KTV，啊来烦恼讲，哎哟，当毋知学伫遐啊发生代志。对。咱拢袂去想即款，拢想讲若信耶稣吼，就是伫主诶内底，啊，拢伫教会修道理，咱都毋免烦恼。所以做歹啦吼。所以信耶稣好处就是伫遮。是。主耶稣诶恩典实在讲起是真侪啦，啊有够咱用。即马安尼全家安尼伫主诶内底传福音，啊做神诶工，参加妇女诗班、红酒诗班、广场词安尼，已经60通会诶人啊吼，啊拢还搁咧唱诗，这无简单啦吼。就是想讲啊，即马一个少年诶吼，都较济入来啊吼，啊，红酒诗班都也成立第4期啊。现在想讲，咱都60以上啊，会使来退休啊。但是主要说，伊诶美好诶意思，我一个梦讲，咱若参加诗班，学老神啊唱，伊我想讲，若要退，要毋知好无？伫遐咧想诶人是。即个说我梦记一个遗忘，啊，阮会堂都伫中林啊边啊2条走廊安尼入去，入去诶当时就随有听到咧顶悬遐有迄个练诗钢琴诶声、练诗诶声安尼。对顶悬那倒啦，就我有感觉讲安尼人伫遐练诗，但是我是敢若要入去摕啥物物件，啊对边啊安尼过，啊无看到因顶悬，但是有听到声音咧学练诗。结果要入去诶时阵，感觉他安尼路黑黑暗暗，啊要入去摕物件，门开起来，啊迄厝诶内底啊暗暗也无歹，佮开第2间也暗暗也无歹，然后佮出来佮经过即个走廊，佮听到顶悬遐伫咧练诗。了后安尼加日，我怎啊精神起来，才伫遐感觉讲啊，主要所有答案出来啊，甲我启示讲吼，唱诗无分哪相啊。无分年龄，唱诗学老神，当传福音。啊，你若假使讲无去唱诗参加诗班来讲，介一个是真孤单，行伫黑暗的所在。哎呀，则着讲以后伫迄练诗的时候，啊，互你印证着讲，伊甲做梦拢共款。迄阵我是有感觉讲，虽然讲墙壁真悬，啊有听到这练诗的声音的啦，但是心肝内敢若会感觉讲吼，这练诗的人敢若围绕着伫钢琴的边啊。啊，这个答案互我安尼目去了后，经过无几工，咱北乡小执事去阮红酒诗班，甲阮领诗。过去是呐，发音是拢坐伫座位上啊，徛起来啊，伫发音尔。啊，伊小执事去讲，来，大家拢活来。我想讲，伊啊来交以往拢无共。就是我真正去围绕着迄个钢琴的边啊，啊，我伫遐心里咧想说啊，真正主要所同在，有真正有神，我所望的吼，今仔日拢出现啦，真正来围绕伫迄个钢琴的边啊，真快乐伫遐咧唱歌，伫遐真快乐的，真自然咧学了天顶的神，哈。我想讲啊，才会都叫我望啊，驾临啊咧较好啊。主要说，搁再就甲你提醒哈。学老神这是神的旨意啦吼，哎呀，这就示范互咱伫日语中间吼，讲起来也是一项真好活动吼。圣经内底都也安尼，讲唱诗学老神是伫天国还是安尼？对，拢一直学老吼，成在，一定会即个神吼是应当爱咱来甲学老，迄个学老甲主要所有一天甲咱带走安尼吼。啊，所以咱若离开即个团体生活，就较像迄门共款吼，一间黑暗暗，真孤单吼。其实小人的生活是大家互相彼此扶持吼，啊，做伙做工，做伙学乐，
做伙呢来行这条天国路，才有快乐啦。谢主啊，就信耶稣过来，咱行过来主要所以恩典其实有够力了。教会那一家人，最主要就是讲传福音要救一个人的灵魂。所以阮也拢继续伫人友病院，甲拢总病院，继续报道。是。不时不刻有机会，对，去传福音，传报道者，对，来学老神，来救人的灵魂。所以咱伫北部遐也接到病院福音报道，互咱来信的嘛吼。咱对这恩典了，咱嘛应该爱伫家己咱南部遮吼。精神讲倒来咱南部，完了会当安尼继续来，搁再讲救较济人。对，灵魂，是，是，感谢主吼，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访问到清福兄弟、清福姐以及甘秀美姊妹、清福姊嘛，这见证呢，讲到遮伫完成进前，咱做来向天顶的精神来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伫天顶至尊至大、超乎万有的神、万物的主宰耶稣基督，阮现在众人恭敬压头伫你面头前，要来献上阮感谢甲懊恼。主啊，你的慈爱普及天下，你的信息存到万代，你的话语安定在天，也一直到万世代。你是阮全世界众人应当爱敬拜、应当爱侍奉的创造天地海、甲降水泉源的神。因为只有你才是阮人类独一的主宰，你更加也是诚心信靠者的救赎主，是将来要搁再来赏善罚恶、毁灭罪恶、分别点命来迎接神的囝。进入荣耀天国的审判主，亲爱的主啊，你捌伫2000几年前，因着疼阮世间人，你亲自来到这个世间，成就了十字架的救赎恩典，互阮全世界众人会当仰望你十字架的救恩，行上这个又新又活，对黑暗到光明，对死亡到活命，对阴间到乐园。对地狱到天堂的救赎、奇异的天桥，阮因信称义，伫你恩典内面，才着保护洁净阮的罪孽，互阮坦然无惊吓，进到你面头前，互阮活伫活泼，并且喜乐满满中，使阮心内有真实的平安。求圣灵感动，继续带领阮。互阮有力量来应付人生种种罪恶潮流的挑战，甲撒旦的威胁。主啊，你互阮借着真理来看透今生的险恶，并且认捌伫你救恩下面这个灵魂的平安。主啊，阮感谢你，因为你将永生放伫阮的心内。阮知影这个世界上无啥物物件通好互阮会当完全来满足，俗世间的快乐也是常常是忧愁甲不安所来组成的，也蒙住了阮众人的心灵。阮只不过是世间上的人客，是寄卡的。阮人生就敢亲像打仗病，一了久就敢亲像将要徛一场病。人生是非常的短暂，总是你却为阮备办一座上存英美的天城，就是外后要为着阮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得救的后生查某囝所备办的天国。亲爱的主啊，阮搁再次伫你面头前来感谢你带领阮，祝福阮厝边隔壁大家好，台语福音广播节目会当顺利播出每一集，也求主你伫各方面来继续带领阮，互阮济济听众朋友，阮的同胞会当来共享你恩典、救恩甲真理的道，因为你捌应许讲，你是充充满满带着恩典甲真理来。因安尼，阮每一位你的儿女拢亲身体会着咯。
虽然家己拢自认为是非常的美色，但也是拢靠着主你来欢喜感谢，也无第二句话，总是马上勇敢来答应，在这个节目中间来为你做见证，尽阮感恩的心，有去完成国福音的使命。阮恳求主，你会当感动阮亲爱听众朋友，也做伙来得这个丰盛的救恩。愿主耶稣你垂听成全阮的祈祷，阮也愿意将一切尊贵、繁荣、荣耀呢，拢归于你的圣尊名，一直到永永远远。哈利路亚，阿门。今日彩色人生这个单元就为咱进行到这，也愿主耶稣基督祝福恁，甲恁的一家，还有机会，欢迎恁来各所在真耶稣教会，做来查考这个真理，来领受主耶稣恩典，来甲阮这信仰所有人共款，来过着一个喜乐甲平安的人生。咱大家平安。大家平安。